喷枪为番茄去皮，手法先预告，这是一道独特料理。那用喷的，它的水比较不会那么多，会比较原汁原味。王一宏紧接着把山药切成丝，加入法国盐之火和橄榄油之后甩打，在番茄厚片上头淋上拌了虾软的蛋沙拉，刚完成的山药泥，再佐以鲑鱼卵，创造多层次的滋味。山药在上面的原因是因为它泡沫，它不能被压，它被压的时候，它的泡沫空气它就跑掉了。说自己像是天生被设定的食物解码器，总会有各种搭配方法在脑海里。用了10种以上蔬菜和配料，层层叠叠，像是圣诞树的招牌沙拉，大碗食材混搭。没有过多烹调的蔬菜煮，原汁原味，满足了很多饕客的胃。而看似简单的炒饭，也征服了不少挑剔的嘴。很澎湃哦，空豆都懂后生，很丰盛的，而且看起来都很好吃。奶给统一，很多饕客、很多老板级的，他们吃到这个就哇，这炒饭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，而且最有小时候的那个酸菜味。加了客家咸菜是一大特色，善用油水比例冰过的白饭，不必用大火就能炒出王一宏形容粒粒分明、苏醒的炒饭。对手艺很有自信的他，特别在意费心去找的食材能不能被赞赏。我们去比赛的时候放在那边看着人家都不想动，挫败说这些人为什么不给这一道菜一个机会去？就是因为帮这个农家，我们可以他进去可以摆摊，可以让大家知道他的东西，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东西。日式、中式、西式料理方式，只要能表达食物的真正美味，王一宏都想去试。这也是他15岁踏进厨房之后就没改变过的想法。王一宏特别喜欢分享他寻找食材当中的发现和故事，珍惜食材的心意，也正是他拼梦想的热情。看到都懂好食，牙嘅创意；看到都懂好食，牙嘅